疲憊不堪，淚水同汗水互相交織。呢幾日消防員救火嘅畫面，每一幕都深深印喺香港人嘅腦海之中。佢哋好勇敢咯，佢哋係我哋心目中嘅英雄。我哋暫且唔理會究竟入火場嘅決定正確與否，我哋都暫且拋下大家嘅分歧。喺呢一刻，我哋只係想同一班盡忠職守嘅救人英雄致以最衷心嘅致謝。停課4日，受迷你倉大火影響嘅4間中小學今日復課，不過今日嘅課堂同以往唔同，有學校張貼通告，希望學生可以為2個殉職嘅消防員祈禱。老師話啲消防員咁英勇，我哋要學習佢哋，以佢為榜樣。係，咁你覺得消防員點樣啊？消防員好英勇，好勇敢，好集不管咁幫我哋救火。冇話有停課而開心咯，係因為一啲消防員好努力咁撲滅嗰啲火咯。呢間小學今日加設咗生命教育課，希望藉住呢次事件思考消防救火工作嘅意義。的確喺呢場大火入邊失去咗2個年輕嘅生命，令人好心痛。一束束嘅鮮花，一個個嘅默哀，都係對喺日前英勇殉職嘅高級消防隊長張浩星嘅最後致敬。今日下晝3點鐘，消防處同警務處人員喺火災現場設置路祭，過百親屬同袍到場悼念。有親屬一早嚟到現場，神情悲傷。消防員同袍上前慰問，張耀升嘅遺孀亦都嚟到現場，見到佢仍然都非常傷心。儀式正式開始，首先由張耀升嘅遺孀獻上花束，而其他嘅消防同袍一個一個